都能演《聊斋》的人了，就别强弩着捉小白兔了，好吗？说吧，你想跟我聊什么？我叫韩文静，是周小北的朋友。你一开口我就知道了。太好了，那省得我跟你废话了。你一看年纪就比我大，要不我叫你文静姐吧？过来，这个，你跟樊斌想怎么着啊？怎么着没想过，走一步算一步吧。你不知道他结婚啦？听樊斌说过，他跟小北在一起这么多年，结婚也很正常吧？小北是你叫的吗？啊，周小北。不过听樊斌说，他俩好像没什么激情啊。你们俩有？目前看来是这样。你跟着樊斌，你不怕将来变成周小北吗？怕什么？没有激情再换呗。你没想跟樊斌结婚啊？能结婚固然是好，但不能结婚就这样也行啊。不过呢，跟别人共享一个男人的感觉，确实挺不舒服的。你偷了别人的东西，你就该受着。你喜欢樊斌什么呀？他哪点好啊？我也说不上来他哪点好，反正吧，就在一起待着挺高兴的，挺聊得来的，可能这就是缘分吧。你还真是广结善缘呢。文静，水来了。你们都聊着呢？对啊。啊，都聊什么呢？你真想听了。没聊什么，聊聊理想，聊聊人生，聊聊你灰暗的未来。我跟文静姐挺聊得来的。我可不是你姐，我要有你这么个妹妹，我早就掐死了。哦，文静，我有点事儿，我们俩先走。你们俩啊，是有多着急啊？咱俩多久没见了？多聊会儿。蕊蕊，你这么懂事儿，不介意我跟樊斌多聊一会儿吧？行啊，你们俩先聊着，我先走了。你看，哼，多懂事。樊斌，这段时间你就跟他在一块儿是吗？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们俩是朋友。朋友，别装了。我没装。非逼我把话说白了是吗？他给你写的小纸条，那粉红色的钥匙扣，你以为谁傻？小北都告诉你了。我告诉你，樊斌，我就要你一句话：你们俩偷偷摸摸的不难受吗？都好成这样，干嘛不跟周小北离婚？你祸害谁呢？我不想跟小北离婚。是，该接的时候不接，该离的时候不离，你他妈有病啊！文静，我们俩之间没你想象那么简单，说来话长。行，我有的是时间。走吧。去哪儿？回你家，把酒带上。看来你跟这6颗星还真是不简单啊！行啊你，樊斌。你要干嘛？文静，今天晚上的事儿你千万不要告诉小北好吗？我求你了，你让我做什么都行，上刀山下火海都可以。樊斌，跪天跪地跪父母，为了6颗星，你至于这样吗？你千万不要告诉小北好吗？你起来，起来！坐下。把你和那6颗星的事情原原本本给我说清楚了。那，你让我从哪儿说起啊？从头说。我们俩是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在酒吧里认识的。那个时候，我挺害怕结婚的，真的。一方面，我无法面对我自己；另一方面，我也无法面对小北。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他突然出现了。停，难道女娼的事情就不用跟我讲了？讲重点。后来呢？后来他就
突然消失了，我就到处找他。你为什么要到处找他？我是担心他出事儿啊。那小北呢？你知不知道，你全世界找他的时候，小北在疯狂的找你。我知道。行，接着往下说。我几乎把整个北京城都找遍了，就没找着。然后你就委屈自己下嫁给周小北了，是吗？我不是那个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小三儿不见了，回来跟周小北结婚，你把他当什么了？替补吗？文静，你认识我和小北这么多年了，我跟小北是有感情的，可一提到结婚，我真的挺害怕的。你对周小北但凡有一点感情，你也不能在那个时候弃他而去，你太不负责任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6颗星呢？你爱他吗？那不一样，我只是喜欢。他凭什么突然消失了，又突然回来了？他要干嘛？我也不知道啊，他就像当初突然消失一样，又突然出现了。就是你刚才说的钥匙扣那次。樊斌，你胆子真够大的，你把人带回家里来了。如果今天不是被我撞见了，你们俩是不是还要回来？我真没把他带回家，是他主动来找到我。他一回来就找你，一回来就找你，把你当什么了？情趣用品吗？文静，其实我挺想跟小北好好过的，真的，我不想对不起他。可他这次又回来了。他回来干嘛？他想跟你结婚吗？他说他想跟我结婚。那你想跟他结婚吗？我当然不想了。你想想，我好不容易折腾把这婚给结了，又来折腾离图什么呀？再说了，当初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说他什么也不为，就只想跟我在一起。哼，这6颗星可真不是什么好东西。刚才在酒吧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跟我说的，两面三刀。行啊，樊斌，我可算把你给看明白了。一有人逼你结婚，你就退是吗？退你还不全身而退，这边舍不得周小北，那边放不下6颗心。人家是喜新厌旧，你比他高尚，你喜新不厌旧。最不要脸的就是你这种人，不知道周小北看上你什么了，瞎了他的眼了。文静，你先别生气，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其实男人啊，99朵花他都见过了，唯独那片清新的绿叶，他是最在乎的。小北就是那片绿叶，真的，我不想失去小北。小北那么好，你当然不想失去他了。可是那6颗心呢？人家那么爱你，专程为了你跑回来，你怎么打算？只要你不把今天晚上的事儿告诉小北，这个事我一定把它处理好。你少给我来这套缓兵之计，鬼才信你呢！樊斌，你真不是个东西。那我先上个洗手间。喂，我跟朋友在外面吃饭呢，你有事儿啊？你一会儿给小北打个电话，让他明天早上尽量早点回来，越早越好。别问为什么了，让你打你就打呗，赶快啊！
来这么早啊？妈，哎，赶紧回去睡吧。我没事儿，这早睡早起的，以后你不用来这么早，有我就行了啊。你今天没上班呐？我辞职了。啥子？你辞职了？又辞职了？我找了个晚上的工作，时间短，而且赚的又多。我主要是想嘞，白天可以陪陪你妈。晚上的工作？晚上有啥子好工作？现在又没得3班倒的。哎，你该不是？妈，你想到哪儿去了？我在耶大教书，教外语。当老师哦？对，老师。这还差不多。这儿太闷了，我出去透透气啊。王源，来吃点早饭吧。我吃不下。王源，那晚上工作你别去了，太熬人了。没事儿，我昨天讲了一晚上，挺好的。王源，我刚才查了一下，里面还有点钱，密码我改过了，是你生日。胖子，我不能收你的钱。你就拿着吧，你不是应急吗？再说我也没地方花钱，这点钱够你跟阿姨用一阵儿了。那工作你别去了。有你这样的吗？求着要借钱给别人。这不是着急用钱吗？我真不用，赶紧收起来吧。你照顾我妈，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呢。我现在这工作挺好，能挣点钱。再说小伟跟文静偷偷往我卡里打了钱，我目前够用。可是天天晚上看你这样，我是不忍心的。没事儿，习惯就好了。我白天可以抽空眯一会儿。等我实在缺钱的时候，我再管你要，行吗？赶紧收起来，快点。对了，关于阿姨的病，我查了一些资料。其实很多人不建议淋巴癌做手术放化疗，说这样容易扩散和转移。反倒是很多人建议用中医的保守治疗，这样愈后不容易复发。我妈也想要做手术。你决定能不能别太仓促了？你再考虑考虑。我妈这病不能再拖了，必须要做手术。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也得试一下。樊斌，樊斌，醒醒！文静，
你怎么在这儿？对啊，我怎么在这儿啊？你不记得啦？我昨晚上喝多了，我真想不起来了。想不起来就慢慢想喽。刚才小北好像回来了，他应该什么都看到了吧？我先走了啊。走了啊。文静。直到走上天桥，我还没有反应过来这是怎么一回事儿。恍惚间，我觉得自己肯定是在做梦呢，要不就是半路上火车失事，我现在已经死了，阴魂不散，到处乱飘，看到的都是10几年以后的事儿。我死了，文静看着樊斌可怜，干脆嫁给他，从此俩人过着幸福的日子。我在这么一个平常的早晨过来打扰，万一吓到他们怎么办？小北，小北，你去哪儿了？我到处找你呢。你找我干嘛呀？小北，你听我解释。昨天晚上我是跟韩文静在这喝酒，我已经签了，你也签吧。小北，你听我说，我这几天会出去住，你别去我爸我妈家找我，我也不会在我妈那儿。离婚的事儿，一个字都别提。小北，你听我解释。昨天晚上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我喝多了。你听我说呀，不用说了。我真的是断片了，不知道发生什么了。而且我跟韩文静不可能啊，我怎么可能跟他呀？你想想，这么多年你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他呀？我只相信我看到的。我发誓，我跟他真的没有。小北，小北，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你都不信。这件事是我不对，要走也是我走。好，你走。
还在火上呢。我回去拿汤去。哎，你别去了，钥匙给我，我去吧。不是，总让你跑。哎呀，你留下跟阿姨聊会儿天，快点。钥匙给我。那个汤锅在柜子上。哦，知道了，知道了。你咋那么慌啊？晚了。王媛，我知道你在家，我也知道你不想见我，没关系，没关系，我就在这门口，我想跟你说几句话，你听我说完。王媛，我知道你不喜欢那个胖子，你是拿他当挡箭牌来气我。你我告诉你，我这全是为王源打。他喜欢了你7年，你早干嘛去了？好不容易脱离现在的生活，你凭什么天天喝醉来骚扰他啊？我告诉你，这脚是为我踢的，谁说王源不喜欢我？这不可能，我不相信，这里面肯定有误会。我也希望是我看错了。文静，怎么可能啊？我一直觉得韩文静说话虽然刻薄了一点儿，但办事儿还是挺靠谱的，性格嚣张，但人是善良的。我真傻。韩文静平时虽然是咋咋呼呼的，可是她是一个挺有原则的人，而且她特别懂得去体谅别人。现在我不这么想了，她在我这儿的印象彻底被推翻了。怎么可能啊？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能原谅她吗？为什么？因为她不是别人。樊斌呢？我把离婚协议给他，他走了。你没当面问问他？他没承认。那文静怎么说啊？回家的时候，他俩还没醒，什么也没说。等我再回来的时候，他就走了。他没再回来找你吗？他还有脸找我？行了，你这几天就住我那儿吧。走，陪你回去收拾点东西。走啊！你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冷静啊？生活这么混乱，不冷静也不行啊。小北，你别收拾了，一会儿我来收拾。你吃饭吧。啊，来，原味。人是铁，饭是钢，你别把自己给饿出病。坐，坐下。离婚的事儿，你不要急着做决定，还是再好好想想。就这么定了。你们两个好不容易结的婚，就这么离了？嗯，这次我是铁了心的。小北，你不能因为一件事情而否定一个人。提他干嘛啊？都过去了。你吃饭吧，我出去一趟。你去哪儿啊？我上班。你现在在干什么工作呢？这个回头再聊吧。这段时间你就在我这儿好好住着，什么都别想，哪儿都别去。能睡你就去多睡会儿。等我回来聊吧。吃饭啊，吃饭。
韩文静，你在哪儿呢？等着我。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儿？周小北呢？周小北怎么不来呀？我问你，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儿？哟，看来你都知道了。坐吧。这么说是真的了？你觉得是真的吗？你要觉得是真的，那就是真的呗。你们到底怎么了？就那么回事儿。你找谁不好，你非要找樊斌啊？你这样做，你对得起小北吗你？我怎么觉得你还挺自豪的呀你？他俩是不是要离婚了？他们俩就算离婚又怎么样？你还能跟樊斌结婚啊？你没病吧？全世界男人都死光了，我也不要樊斌这样的。那你干嘛要这样做呀？你别忘了，你跟陈晓峰谈着恋爱呢，你希望这件事他知道吗？这事跟他有关系吗？啊，韩文静，你简直就是无耻！你听上去是有那么一点儿。不管怎么样，哪怕就是普通朋友，你也不能做出这样的事情。你知道小北有多伤心吗？你懂什么呀？这叫长痛不如短痛。小北伤心，他伤心一阵就过去了。韩文静，你怎么会是这样的人呢？你生什么气呀？是你老公我气成这样，我将来一定会给你解释的。但是现在有紧要的一点，你要告诉我他俩是不是要离婚了？你做出这样的事情，你有什么可解释的呀你？你看你就是目光短浅吧？听周小北这么一说，你就跟着生气。你问过我吗？你问过我是怎么回事吗？行，你说，我听着。你今天要是不解释清楚，我告诉你，韩文静，我也跟你绝交。想听你就告诉我他俩是不是准备离婚了？应该是要离了吧？小北已经签好协议了。樊斌签了没？你怎么那么关心樊斌啊？签没签？你告诉我一声。应该还没签吧？我知道的就这些。行了，告诉你说了。不行，我还是不能告诉你。你有病啊你！时机不成熟，我怕你忍不住告周小北。你告诉我吧，我不会说的。不行，我不能功亏一篑。今天就说破天了，我也不能告诉你。他俩离婚了，你第一时间发短信告诉我啊，发微信也行。最近怎么样，生意？还行吧。哎，我听说前段时间你不刚从南方回来吗？对，上那边考察个项目，是吧？各位好，今天晚上想喝点什么酒啊？都有什么？啊，这几款酒是我们现在热销的，口感不错。前面2瓶是帝王，后面这个是百加得。那瓶多少钱呢？帝王吗？对对对，就那个。1988。你这也太贵了。对呀，太黑了，你能不能打折？对不起，我们这儿不打折。不过你们要拿我的酒的话，我可以送你们点软饮，多送点好吗？不要了，价格太不合理。我们来喝酒的，又不是来喝饮料的。就是啊，你这太贵了，你是卖酒的，又不是卖小妹儿的。别，太贵，给我打折。对不起，我们这儿真不能打折。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我来晚了。哎呀，总裁呀！来，等一下，哎，怎么还没点酒啊？等你呢吗？等我呢？好，一会儿我先赐罚3杯啊。好，我看看什么酒。小妹，给我们推荐一下，你们店现在主推什么酒呢？啊，我看看。王源儿，哎，你们俩认识？哎呀，鹏哥，你认人多呀，在夜总会里边你还有朋友？别瞎扯。啊，对，他是我朋友。什么朋友？你朋友吗？什么？快点，别瞎扯，给人打折。打折，便宜点，便宜打折。王源，你等等，怎么回事？你怎么跑这卖酒来了？对，我是在这儿卖酒，怎么了？你是不是最近家里又碰到什么事儿了？没什么，也没人逼我，是我自己喜欢。你们这房间我不做了，你还有事儿吗？如果没事儿的话，我到别的房间去了。这酒端着挺累的。
该起床了。知道你醒着呢。你打算躺一辈子啊？我昨天见过文静，他怎么说？他也没怎么说，就问你跟樊斌离婚了吗？从今往后，我跟樊斌没有任何关系。有时候我就在想，人活着到底为什么呀？我就是想结婚，婚姻变成这样。你就是想升职，连份正经的工作都没有。小北，你在这儿？你找王源吧，他还在睡觉呢，我帮你去叫他。不用了，不用了，让他接着睡吧。那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啊？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想过来看看他最近过得怎么样。他最近挺不好的，他妈生病了，现在在住院，他又找了一份晚班的活，所以每天不是在上班就是在医院照顾他妈。他妈生病了？什么病啊？淋巴癌。行，我知道了。那我先走了啊。哎，待会儿他起来，我让他给你回个电话。哎，别，小北，你别告诉他我来过。那我先走了，再见。樊斌，明天下午2点到民政局，我们俩把事儿办了。你要敢不来，我就去找你爸妈。干嘛呢？买了这么多东西啊？给你妈买的，孝敬他老人家。我好不好？好，走吧，走吧，走。走喽。我说这事还行吧？妈，小峰，妈，我是小峰的女朋友，我叫韩文静，你可以叫我文静。回家给你解释嘛，回家给你解释。啊。您好，哎，请问您是王源的母亲吧？是啊。阿姨好。哎，你好。坐。哎，谢谢阿姨。我是王源的朋友，听说您身体不舒服，我过来看看您。
怎么样，好点了吗？在这还适应吧？还好，就是天天打针，心烦。你跟我们王源儿是啥子关系呢？哦，我们认识好多年了，老朋友了。哦，好，那你干啥子工作？哦，我开公司。哦，大老板。阿姨，我不是大老板，我那公司很小，小公司啊。王源呢？他们两个出去吃饭去了。哦，他跟谁啊？一个朋友，女朋友。啊。阿姨，这是我一点心意，请您收下。我也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你喜欢吃什么，让王源给你买。不好意思。来着吧。那谢谢你了。别客气。阿姨，这是我的名片。有什么需要的话，有什么麻烦，尽管给我打电话。好，谢谢。那行，我就不打扰您休息了啊，我先走了。安心养病。好，再见啊。谢谢。慢走哈。再见。好大方。妈，圆圆回来了。哪个来了？彭总，人家来看我。哎，他是你朋友啊？啊。他咋会晓得你在这儿啊？哎，胖子呢？我让他回去睡了，晚上还要过来嘛。你看嘛，要钱没得钱，要养没得养，连个像样的工作都没得，也就只能出力了。妈，你咋个这个样子讲嘛？人家还不是因为我的事情不上班了。之前的工作都是他帮我的，他还在这儿辛辛苦苦的照顾你，你咋个不领情呢？哎，我看那个彭总很喜欢你。妈，你不要乱讲啊，人家都已经结婚了。你是在骗我嘛？你是不是被那个胖子鬼迷心窍了哦？你说人家结了婚，那人家还对我那么好来看我，他还不认识我，还不是冲着你来的呀？你不晓得，今天我不在就算了哈，以后他要是再来，你不许拿着东西。反正我就是不相信。信不信由你。够快的啊！小凤啊，你跟文静谈了多长时间了？没多长时间。没多长时间。你跟妈说实话，没多长时间，她能直接管我叫妈？嗨，他那个人就那样，这嘴甜着呢。妈，吃饭了。哎，走了吧，走了，吃饭，走。小贝，我走了。以后你就好好照顾自己吧。你也是。咱们还能做朋友吗？
妈，来来来，你过来，你过来，你看这椅子给你买的，你坐，你坐，你坐。买这么贵的东西啊？哎呀，你躺下。哎呦，这摇起来了。是啊，平时你没事儿的时候可以在这看电视、看书，还可以睡午觉，是不是特别舒服？舒服舒服呀。陈小凤，你快点儿。来了。这干什么呀？泡脚桶。哎呦，靠近点儿。哎呦，哎，动了动了动了，这插电的。来，把袜子脱了，来，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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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俩来。这是放里面吗？真舒服啊，是挺舒服的。哎呀，真好，真好啊！来了，樊斌，快进来。又骗你老婆出差啦？好，知道了。你是不是要像上次那样假装不高兴，然后拿出一份大礼给我，一个大惊喜？我想在你这住几天。你真离了？这不是你想要的吗？他们俩离婚了，真的？证都已经办了，这下你高兴了吧？我高兴什么呀？我不过是及时纠正了一个错误而已。他们俩就不应该结婚。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你跟范冰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吧？王源儿，你觉得我韩文静是那样的人吗？我还是那句话，你要是不把这件事情跟我解释清楚，我也跟你绝交。那好吧，你告周小北，晚上我去找他，我当你们俩面解释清楚，行吗？我怕他不会见你的。他不见我，他凭什么不见我呀？我为他做了多少事情？你认为他跟樊斌在一起能过好吗？你认为他跟樊斌在一起能过上好日子吗？猪狗不如！我告诉你，王源，现在是考验我们3个人友情的时刻。如果你跟周小北真觉得我韩文静是一个饥不择食、恬不知耻的人，那解释个屁！绝交就绝交。你跟樊斌离婚的事儿，我跟文静说了。什么时候说的事？刚才。他怎么说？他说晚上跟你见面谈谈。好啊，谈吧，我等着他呢。小北，你不觉得这事有点奇怪吗？有什么好奇怪的？你想啊，文静跟樊斌向来是水火不容，樊斌看见文静就躲，文静怎么可能看得上樊斌呢？再说了，他现在不是还跟陈晓峰好着呢吗？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你问他去啊，我哪知道。你今天没事儿啊？陪你说说话。你妈情况怎么样了？做手术呗。医生说有风险吗？医生也说不好，只能手术切除后看情况了。我妈这一病，我是第一次觉得后悔。后悔什么呀？后悔没早点把我妈接到身边来，多陪陪她。嗨，北方这个气候，他们说不定来了也不适应。那总比见不着强吧？你想啊，就算我每年都能回去一次，每次能待10天，10年也就100天。咱们仨喝酒的时间都比这长。不过我刚刚看阿姨气色挺好的，事情已经这样了，你也没太上火，能不着急上火吗？我现在就是
想让我妈过得好点儿，想给她买点好吃的，她吃不下；想带她出去走走、逛逛，她又动不了。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让她开心一点，尽量不惹她生气。是啊，让人开心比什么都重要。我之前一直拖着不跟樊斌离婚，也就是不想让我爸妈伤心。他们还不知道，这事儿迟早得知道。我知道，我就想能多瞒一天是一天嘛。哎，阿姨还在上面呢，你赶紧上去吧，我没事儿。走了啊。哎，阿姨，我妈呢？我妈屋里太闷，出去转悠去了。啊。你在公司吗？我5分钟后就到。完了完了，儿子完了！福士，快来人呐！我的钱掉了，福士，哎呀，人都到哪儿去了嘛？哎呀！医院里不许大声喧哗，有事好好说。怎么了？哎呀，我就刚刚出去上了个厕所，回来我的钱就不在了，你们快点帮我找一下嘛！你钱放哪儿了？我就放在那个枕头底下呢。哎呀，气死我，气死我！是那个先锋吗？啊，哎，你咋个晓得呢？是不是你拿了？你怎么冤枉人呢？是你姑娘收拾从我拿走了啊？现在搞清楚了吧？以后别有事没事大喊大叫的，影响别人休息啊！冯远，怎么了？找我有事吗？我是来还钱的。这是我给伯母的一点心意，你拿回来干什么？你的心意我妈领了，但是这钱我不能挣。哎，我的钱呢？还了，还了，凭啥子呢？本来就不敢拿。哎，那是彭总给我的钱，你凭啥子啊？你现在人家给我了，你要把它拿起走？啊，以后没有经过我的同意，你不要随便收人家钱。啥子是人家的钱？那你的钱呢？啊，我问你，你钱在哪去了？那么几个月都没寄钱回家了，哎，现在人家把钱给我了，你还把它拿起走？好，回头一起补给你嘛。那你让一下我铺床。各位想喝点什么？我们这儿有啤酒、红酒、洋酒，等一下我找人给你们送来。哎，你们这儿是不是有个叫娜娜的？对。把她叫来，告诉她以后我们就买她的酒了。啊，好，那请各位稍等，我去找她。娜娜，哎，找你的，上酒。哦，谢谢啊。各位
各位老板好，请问你们需要点什么酒？有一个叫娜娜的来了没有？有的，请稍等，我去叫她。请问你们是不是也来找娜娜的？请稍等。娜娜 ，A35上酒。哎，怎么今天都是找我的呀？我哪知道呀，自个儿问问去呗。哦，我先把这个送过去。这个烂摊子给你了。哇，是辆超酷的摩托车。樊斌，你怎么上了一天的班，回来连句话都没有啊？你心里难受吧？我问你话呢，离婚的事儿是不是对你打击挺大的？没有啊，挺轻松的，就像那种绝望以后的轻松。樊斌，我会对你好的，我一定比他对你还要好。我怎么听着好像我要你对我负责任似的？我就是要对你负责任啊！你为了我把婚都离了，其实我心里也很内疚的。你内疚？你不早就想让我离吗？那是两回事儿。对啊，你离婚怎么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呢？好歹咱俩也商量一下啊。咱俩商量着着嘛。再说了，你怎么知道我离婚是为了你啊？那当然了，不然你为了谁呀？行了行了，不说了，我烦。你不高兴了，算了算了。我累了，我去睡觉去。喂，小北，你给我打电话了？文静找你去了吗？好，好，好，我这就过去陪你。恐怖的行吗？没问题。你今天怎么没去兼职啊？哦，他们今天停课一天。你现在到底在干嘛？宝和跟你说了吗？一个夜校给别人讲课。讲什么课呀？就是一个旅行团，专做法国那条线的，让我过去跟他们培训。挣多少钱啊？没多少钱。呀，那么吓人呢？你知道我胆小。怎么样？离婚了是不是一身轻？你要是来看笑话的，那就不必了。怎么会呢？我是来关心你的。哎呦，干嘛还不让进？我们俩现在都不是朋友了，有什么话就在这说吧。周小北，我们俩做好朋友多少年了？你要因为一个樊斌跟我绝交是吗？不然呢？我们俩坐下来讨论讨论樊斌的床上功夫，是吗？绝交就绝交，你别后悔。我后什么悔啊？就樊斌这种东西，人嫌狗不待见，送给我都不要，也就你看得上他。对啊，狗都不待见，你还跟他上床，你什么东西啊？小北，你没事吧？小北，要不我下楼去问问他？随他去吧，我再也不想见他了。你别这样，我去问问他啊！你在这待着，我很快就回来啊！你等我，我很快就回来啊！文静，
文静，你不是说找他好好谈谈吗？你这是干什么？我是想找他好好谈谈来着。你看他那样，他想跟我谈吗？你能不能换到他角度想一想啊？如果换做是你，你不生气吗？我站在谁的角度考虑问题才对？他生气，他活该！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哪没个是好东西？你骂我干什么？在一起那么多年了，白处了，你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吗？我告诉你，从今往后有他没我，有我没他。妹妹，可不可以接下你手机打个电话？啊，可以，可以，我给你解一下锁啊，好行，你直接用就行了。谢谢啊，不客气。喂，彭总啊，喂，我是王源的妈妈，不记得了，是这个样子的，你现在有没得时间到医院来一下嘛？哎呀，你来了就晓得了嘛。好，那等会儿见哈。好。妹妹，谢谢啊，不客气，韩总来了，来，快走，快走。好，都能下床了。快走，快走。阿姨，以后啊，你就别老叫我彭总了，叫我小彭就行了。好，小盆的小盆。身体怎么样？身体还好，还能吃得下，就是这里。这不舒服，心脏是现在吗？要不要我去叫大夫？不用，我这里不舒服啊，是担心我们家圆圆。你看她现在都那么大岁数了，也不找个男朋友，一天到晚都跟那个胖子在一起，像啥子话嘛？阿姨呀，儿孙自有儿孙的福气，您老不用那么操心啊，安心养病就好了。我都那么大岁数了，好不好就那个样子了。你们不一样的嘛，你们还那么年轻，要多考虑考虑自己的事，不要一天到晚都忙到工作啊、应酬啊。是，阿姨说的是。来了，圆圆，彭总来是我喊来的哈。妈，我不是跟你讲了吗？不要管我的事。你在做啥子啊？人家上次来看我，又是买东西又是送钱的，我们总得感激人家一下噻。圆圆，你中午就请彭总吃个午饭，点贵一点的菜哈。阿姨不用那么客气。哎呀，不客气。圆圆，你看现在正好是吃午饭的时候，去嘛哈，妈妈睡会儿觉，快去，走啊，不要站在这儿。给要买了烧鸡，我很快就回来。不用快，我吃了饭正好睡个午觉，你早回来了啊，还打扰我了。快走，快去哈，快走，去嘛，快走。要不我送你出去。阿姨。好。不好意思啊，麻烦你大老远跑一趟，我妈她误会了。你挺忙的，赶紧回去吧，我也该回去照顾我妈了。既然都出来了，也到饭点了，去吃饭吧啊！再说了，你现在进去，你妈更得误会了，她会生气的。走吧，吃饭去。你找一帮人去我那喝酒的事儿，我都知道了。嗨，我那帮哥们儿啊，都好喝酒。再说了，去哪喝不是喝，
干嘛不把酒钱花在朋友那儿，是吧？我不喜欢这样，我不想跟你有任何的瓜葛。你有你的生活，我也有我自己的生活，请你以后别再这样了，否则咱们两个连朋友都做不了。再见。哎，咋那么快就回来了哇？喊你多次儿的嘛？你哪儿来他的电话？彭总给我留的名片啊。拿来，给我嘛。哎，以后我的事你不要管哈。我不管哪个管？你是不是我女儿啊？你的事情我咋个能够不管呢？未必然就这个样子，让你和那个胖子两个继续下去吗？咋个嘛？你睡会儿午觉吧，我到外面透透气。喂，老彭啊，你让我来这喝酒，还非得找那个娜娜什么的买酒，人也不在呀。哎呀，没事，你们该怎么喝怎么喝呗。啊，我都睡了。啊，谁呀？老刘叫我出去喝酒。怎么不信啊？哎，你要不信，自己打电话回去问问。阿姨，好点没有？来了。哎，睡得怎么样啊？挺好的。你们吃了吗？来呢，我这就去买。哎，不用不用，我带来了，我今天自己做的。尝尝也不知道合不合你们口味。哎，怎么就2盒啊？你不吃啊？嗨，我吃过了，哪见过厨子有瘦的，对吧？我边做边吃的。嗯，真好吃。嗨，我随便做的。妈，好吃哈。做饭这种事情，那是男人该干的事嘛。做得再好吃又能咋个样啊？还能当钱花呀？自己做不是放心吗？好吃您就多吃点儿。王远，晚上你还上班去？嗯。哎，胖子，你认识彭总不？彭总？哪个彭总？您是说彭永辉吧？哎呀，彭总那个人真的是很不错，年轻有为，事业有成。哎呀，跟我们圆圆真的很般配呀。哎，昨天中午彭总，哎呦，你看我那个记性，他喊我叫他小盆儿。昨天小盆儿跟圆圆出去吃饭去了。他们俩一起去的。啊！哎呀，要是圆圆能够嫁给小盆儿，我真的就很心安了。而且他还可以跟我们王毅在城头安排一份工作。你看小盆儿开那么大个公司，要说安排一个人，是不是一句话的事嘛？哎，是阿姨。哎，阿姨，我出去一趟，有什么事您给我打电话。哎，
小梅，王源呢？我们这儿没有叫王源的。啊，对对对，他在这儿应该叫娜娜。娜娜呀？对。她好几天没来了。为什么？听说她不在这儿干了，换地儿了呗。怎么了？他是不是在这儿出什么事儿了？出什么事儿我哪知道呀？不过啊，她不来也好，要不然买酒都找她去了，我们吃什么呀？回家种地去。啊，好，谢谢你啊。不客气。出来吧，人都走了。谢谢啊。不客气，说都实话。好，再见啊，再见。顾小姐，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可以啊。好，请把这2袋水果交给33号床的病人，好吗？房间里有人，自己过去吧。哦，我有急事儿，来不及了，拜托了。行。还有，你不用告诉他是谁送的水果，好吗？行，我知道了。好，谢谢。你好，你好。这些水果是要送到33床的吧？是啊。啊，我正好是他的朋友啊，把东西给我吧，我带过去。行。啊，谢谢啊。这是刚才彭永辉背着我给你送来的东西。看来我这个老婆真是没用了。行吧，以后你们俩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反正我已经对他绝望了。哎，他是哪个？她是彭永辉的老婆。你现在相信了吧？你是真的要逼我去当第3者吗？王源。真结婚了？彭永辉，你是不是有病啊？你凭什么给我妈送东西啊？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不让你给她送东西，你为什么就不听呢？你到底让我怎么做才行呢？王源，你别生气。我真的没想到找人去买酒，反倒把你的工作给弄没了。我只是想表示一下我的心意。我现在特别内疚，真的。我用不着你愧疚，我更用不着你来同情我。你听好了，彭永辉，以后不要再跟我联系了。我们以后连朋友都不是了，听清楚，连朋友都不是了。彭永辉，我想清楚了，我要跟你离婚。房子归你，车归你，钱归你，公司也归你。女儿呢？归我。我当初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就是个穷光蛋，什么都没有。可是那时候的日子
很美好，所以我要跟甜甜过以前的日子去。我什么都可以给你，我只要女儿，你考虑考虑。彭永辉，我用我的性命发誓，你一旦离开这个家门，咱俩就算离婚了。以后你别想再见甜甜，也别想让甜甜叫你一声爸。只有这条路可以走，没别的办法了吗？没有了，我没有那么多耐心，你自己做决定吧。干嘛呢？不电话怎么不接啊？你这怎么不开灯啊？对呀，成天在家躲着不见人，看恐怖片呢。你不是最怕鬼吗？昨天老袁来我家，非得看，看一半人走了，把我一个人留家里了。我一晚上都没敢上厕所，干脆接着看。不是你家怎么连水都没有啊？恐怖片当饭吃啊？宿泊客を当たってみるわ。それから電波ジャックの可能性ね。这是什么呀？哎，你赶紧放回去，放冰箱里安全，快快！你再看你就走火入魔了。你看你披头散发这样，你再看你都能演了，不用化妆。我说你不至于吧？躲着人都不敢见。这不见你了吗？你这婚离的是不是有点草率了？那不然怎么样？我还得一哭二闹三上吊啊！我都听说了，我不骗你啊，男人心里面多少都有点小姨子情节。你就说现在这女孩，出生都是80年代的，对吧？独生子女，所以男人的目光不由自主的要转向你们周边的闺蜜，这是小姨子情节的变种。瞧把你明白的，就跟你多懂。你这婚离了，感觉怎么样？挺好的。哎呦，真挺好啊！真的，我都不知道当初自己干嘛非得结婚，就为了让我爸我妈高兴。我以前觉得婚姻挺简单的，就是2个人搭伙一起过日子，一起吃饭，说说话，偶尔吵吵闹闹。可后来发现婚一结，2人连话都没有了，冰凉冰凉的，怎么想怎么难受。樊斌找过你吗？离婚以后，樊斌给我打的电话，比这些年加起来还多。说什么呀？除了嘘寒问暖、假装表示关心以外，时不时转弯抹角的就打听我跟你的进展，经常打着打着电话就说一句：“哎，你跟李李最近怎么样？”你怎么说呀？我一开始还说实话，后来问烦了，我干脆就告诉他，联系，总联系，我们俩都同居了。你这不成心的吗？我先出去一趟啊，别看了。哎，彭总没来呀？没来。哎呀，那我这资料怎么办呢？我看门开着，你自己送进去吧。那好吧。哎，彭总您在呀？啊，
早上送孩子上学校，所以提前过来了。怎么了？彭总，这是华润公司给我们送的文件，您看一下。谢谢。那我工作去了，彭总。行了，这些东西够你吃1个礼拜的了。这些碟片我先拿回去看，要不你陪我出去转转？我不想见人。不想见人。哎，对了，我这2天要回趟老家，有样东西不方便带，先放你这几天吧。哦，我一会儿早上给你送过来啊。什么东西啊？送过来你不知道吗？走了。爸爸回来啦！你回来啦！甜甜，坐着吃饭。回来嘛，吃饭。周芳，我想清楚了，咱们以后好好过。昨天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你只要迈出这个家门，咱俩就算离婚了。咱们别当着孩子的面说这些事，好不好？你还知道有孩子？宝宝，吃饱了吗？吃饱了。吃饱了去睡会儿午觉，然后做作业，好吧？乖女儿，去吧啊。周芳，咱俩以后约法3章啊，谁也不许在家里提离不离婚的事情，尤其是不能当着孩子的面，这样会伤害到他。我伤害他？到底是谁在伤害这个家？咱俩就不能心平气和的聊聊天吗？干嘛非得吵架啊？啊？好，那我问你，你昨天去哪儿了？我睡在办公室了。谁能证明？这没人能证明。我就知道。周芳，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搞不清楚，我到底做错了什么，让你这么猜疑我？啊？你干什么了？你自己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自己从来都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你和对不起这个家庭的事情。你听没听过一句话叫“无风不起浪”？你知道什么鸡蛋招苍蝇吗？臭鸡蛋！周芳，你看看你自己的现在的言行举止，简直就像一个村妇。怎么了？我就这样。看不顺眼你滚呐！宝贝儿，
好，再见，上课吧。哎，不是，怎么是个活的呀？你也没问是死的还是活的呀？你不知道我怕狗吗？狗有什么好怕的？它又不咬人。哎，不行，你快把它领走。哎，不行了，我来不及了，我现在要去机场。你先帮我照顾几天，回来以后第一时间去取啊。哎，信号不好，喂。你别动。你还没吃饭呢吧？你吃什么呀？这你能吃吗？你还真吃这个？嗨，反正以后你也是一个人吃饭，我也是一个人吃饭，要不然我们俩交个朋友吧？我们俩一起吃。下午就没来上课呀？不可能啊！我亲自把他送到学校门口的。会不会是让他爸爸临时接走了？喂，甜甜跟你在一起吗？没有。你快回来吧，甜甜不见了。甜甜在哪儿？甜甜，甜甜要找不着我也不活了。别说了，孩子不会丢的。你说我干嘛呀？我干嘛？我还不让他直接走的。王老师电话。喂，王老师，怎么样？我知道了。啊，我们已经报过警了。谢谢你，王老师，谢谢。所有家长电话都打过了。我干嘛不把他送到教室里呀？我还想找不着我。甜甜，别哭了啊！别哭了，放心，不会有事的啊！别哭了，我们现在赶紧想一想，孩子有可能去哪儿？我平时很少带他出去，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了。老公，他不会被人贩子给拐走了吧？不会的。赵凤，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平时很少带他出去玩，所以他一个人出去玩了？我们现在想想，他最有可能去哪去？儿童乐园。走。天
甜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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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你跑哪儿去了？你吓死妈妈了，你知道吗？没事吗？啊！爹，告诉爸爸，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为什么没去幼儿园呀？我不想去幼儿园。为什么？我怕同学们都笑话我，没有爸爸，没有妈妈。谁说的？爸爸妈妈不是在这儿吗？可是你们不是要离婚吗？爸爸妈妈不离婚，不离婚。真的吗？真的。那妈妈呢？妈妈跟爸爸再也不吵架了，好吗？老公，老公上吊100年不许变。亏着甜甜找到了，要不然我死的心都有了。老公，老公，别哭了，都是我不好。老公，有你真好。都是我不好。樊斌，咱能不能不玩了？都在家闷了好多天了，陪我去超市吧。你去吧，我躺会儿啊。哎，你给我。不给。哎，你把手机给我。不给。李蕊，你快点。来了，别着急。她就是蕊蕊啊。哎，小北，你怎么在这儿？怎么了？我连超市都不能来了。哦，能来，能来，能来。我介绍一下，我老婆郑小北，这个我朋友李蕊。樊斌，你发烧了？我不是你老婆，是你前妻。啊，是。错了，不是朋友，是女朋友。小北你好，我早就听说过你的名字了。是吗？我也早就听说过你，只不过今天才知道你姓李。哦，是吗？我怎么没听你提起过呢？我还有点东西要买，那你们先忙吧。对了，樊斌，几天不见，你这残的厉害啊！注意保养了啊。哦，走吧。人大概都有这种时候，
突然觉得周围的一切十分陌生。你走进家门，发现这个你闭着眼睛都能找到的家，跟别的家其实也没什么两样。你拿出那把雷同的钥匙，开了那把雷同的锁，你用那种雷同的姿势脱了那双雷同的鞋，紧接着就看到了等在家中那个雷同的人，或者那种雷同的工况。喂，你在医院吗？好，我马上过来。阿姨，我最近太忙了，都没得时间来看你了。哎呀，你们忙就不用来了。是啊，随时送个饭煲个汤，偶尔还搞点破坏，哪有时间啊？哎，胖子呢？哦，他昨天晚上在这陪了一晚上，累了回去了。阿姨，你多吃点水果，对你身体可好了。嗯，谢谢。阿姨，这是我买的香蕉。阿姨，我给你买的是提子。这些都是我买的，我的都是进口的。你们俩这和好了？怎么可能啊！阿姨，我先走了。阿姨，再见。阿姨，我爱你。哎，他们两个咋个了？才进。你还没吃饭呢吧？我给你找点吃的啊。哎，这个你吃吗？没了。你还没吃饱吧？要不然我给你煮饺子吃吧。走。喂，丽丽，你的狗叫什么名字？怎么可能？你的狗你不知道它叫什么？那行，我给它起一个吧。哎，男的女的？哦，你快点给我回来啊！赶紧领走。旺财，太俗。小虎，小五，小六，小七，小七，小七。好吧，你以后就叫小七喽。你别动啊，我煮饺子给你吃。坐好，你饿了啊？你又饿了？你还是想跟我玩啊？
喝酒，接着喝呀！接着喝酒。这是喝了多少酒啊你？快坐下。怎么喝成这个样子？我去给你倒杯热水啊。没事儿啊，接着唱，甭管我。来，先喝口热水。我不喝热水。喝口热的，胃里舒服一点。听话，就喝一口啊。哎呀，我不喜欢喝热水。樊斌，你干嘛？我告诉你啊，我最不喜欢喝热水。我以前喝多的时候啊，小北都拿杯冰水放到那个冰箱里，给我冰上。我要喝冰水，冰水。冰水，冰水。你干什么呀你？你不是爱喝冰水吗？我让你喝个够。疯了吧你？对，我是疯了。你一天到晚小北小北的，你有完没完？你那么离不开周小北，你干嘛跟他离婚呢？我告诉你，我李蕊是爱你，但我不是你失忆时候的借口。我不跟你说了。樊斌，樊斌，樊斌，你今天要是走了，你就别给我回来。你这有车不开，每天陪我走路上班，快都烦了吧？啊？一点都不烦。啊，跟你在一起感觉好满足，好开心啊！有时候有在想，未来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哼，你有没有想过未来是什么样子啊？没有啊。没有。看我干嘛呀？我愿意。什么你愿意？我就特别想知道，将来有一天你跟我求婚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好，我走了。你听说没？那个玉树临风的陈医生竟然是个同性恋，这年头有什么奇怪的？满大街都是。那可不一样，是也就算了，可明明是还找人结婚了，这不是祸害人家吗？难怪说帅哥不需要女人呢。陈医生好。小峰，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啊？你平时不是叫我程医生的吗？周五出去喝一杯吧。喝酒？平时没听说你喝酒啊。偶尔喝一点，周末嘛，放松一下。哦，咱们哪分什么周末呀？啊，就周五人多。哪儿啊？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这是怎么了？今天怎么都这么奇怪呢？小七，我今天给你买了你吃的东西了，是不是这个啊？还有呢，我给你买了张床，来，你以后就在这上面睡觉。来，上来，哎，来，趴下，趴下，真乖。还有这个。握手，哎，那只手，真乖，来，好，陈医生，坐。哎，怎么样？环境不错吧？通常来。挺奇怪的哈，怎么一个女的也没有啊？全男的。你以前没来过这儿？没有，我很少泡吧的。那总听说过吧？没有啊，这是什么？特定的男性商务人士啊，还挺幽默。哎，打一招呼，去酒来。啊，第一次来。喝点什么？一瓶啤酒。谢谢啊。一个人来喝酒了。
没有，还有一个朋友。哦，跟朋友一起来的，那我就不打扰。能留下你电话吗？我有点事儿，我先走了啊。我妹妹加 BI 了，国王在那瓦尔和他朋友。你回来啦？啊，我想请求您的父亲。来，有闲话吗？妈睡了。是吧？睡了。给你准备的水果啊，来坐下。我不吃了，吃一口嘛。真不想吃，真不想吃。怎么啦？你心情不好啊？啊？哎，没什么，就是最近有一个同事有点不太正常。不正常？什么意思？啊？现在这种人不是挺多的吗？太正常了。关键他觉得我也是啊。为什么？为什么觉得你也是？我怎么知道啊？最近医院的人见了我的态度都特别奇怪，以前都特别尊敬啊。那现在呢？说不上来，不是，是不是他们觉得我跟他一样？怎么可能？他们不知道有我的存在吗？我是你女朋友啊。说不定就是因为他们知道我有女朋友，才这么看我。为什么？你想啊，你都这样了，你还有女朋友，你这不是祸害人家姑娘的吗？还说什么？说这还不够吗？不是，我是说，谁先传出来的呀？我怎么会知道啊？不是我总不能挨个去问吧，倒显得我气急败坏了。你看，你不是挺明白的吗？在这个世界上，谁能不说别人，谁又不被人说呀？你想明白就行，过你自己的，别太在意了。别生气了。你看你工作了一天也挺累的，还憋一肚子气，干嘛呀？早点休息吧。明天我妈要来了。啊？你妈要来啊？老姜，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飞机本来就误点1个多小时，你到的比我还晚。堵车嘛。妈，你气色好好哦。行了行了，别插科打诨的了。阿姨好。妈，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男朋友程晓峰。好，我知道了，这是你以前跟我提过的那个医生朋友。哎呀，老姜，你记性真的是太好了呀！你干嘛呀，愣着？阿姨我来。来，我来。好。是不打扰你。好，我现在走淑女风了啊，淑女风。走。姐，这回玩的怎么样？行了，你别转移话题。你跟我说实话，你这次把我支出去，是不是为了跟他好？哎，还有，你这一身打扮，是不是为了他打扮的？姜还是老姜辣啊，聪明锐质，帅不帅？帅不帅？告诉你啊，帅不帅并不重要，关键的是他不是真心爱你。就像我和你爸，你说完不完美吧？到头来还一拍两散，这个老东西也不知道神经哪根错乱了。好了，我们今天不提他，行，不提他。哎，我告诉你，菲律，自己感觉开心幸福是最重要的。你同意了？哎，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呢？什么时候结婚？妈，你干嘛呀？冲喜。妈同意了。冲喜什么意思？冲喜你都不知道？就明目张胆洗睡呗。这边请化妆。这边请化妆。哎，这人谁啊？这是娜娜。娜娜，哦，娜娜，
哎，他怎么在你们这儿卖酒啊？刚来没几天，怎么黄庄看上了？哎，没哪儿的事儿，我一朋友的朋友。哎，谁介绍来的？北京万姐。啊，得，我知道了，你忙去吧。玩好。哎，林老板，林老板。黄总，文静呢？楼上呢？哎，哟，韩大小姐啊，你呀，好久没见。哎，这小丽呢？真让你说着了，出去单干了啊，真走了。你说一个人说话总是拐弯抹角、吞吞吐吐的，是不是活得忒累啊？但是我这不是也不确定吗？我就听到点消息来给你提个醒。你消息还挺灵通啊。还行还行。哎，最近这个工作室生意怎么样？一落千丈。不能够，韩大小姐一露面，那人还不得跟蝗虫似的，乌泱乌泱的赶过来。最近玩着呢，顾不上。你找我什么事儿啊？这个爱说不说，不说你就走。不是，我昨儿晚上去夜总会了，见一个朋友，你猜我碰见谁了？在那儿能碰见什么好东西？王源儿。他妈在医院里躺着呢，他哪有心思去夜总会玩啊？真逗！你看，他不是在那玩，他在那卖酒。你胡说吧你！你看，我问了那个部长，说他在那干了有一阵子了，是万姐介绍的。我猜你就不知道啊！哎，今儿我来啊，一是主要来看看你，二呢，你能不能帮我劝劝他？反正都是卖酒，干脆去我那儿干得了。你怎么不自己跟他说？这不是万姐介绍的吗？我这要直接跟他说，万一万姐知道了，准得不高兴。你今儿就跟我说这事儿？不是，我主要是来看看你。再说了啊，大家都是朋友，来我那儿干，互相还有个照应，这不挺好吗？啊，知道。嗨，聪明人，我一提你就明白。滚！啊？我说滚。得。老花啊，最近怎么没听你提我们家老爷子呀？老爷子？以前见面就提，跟屁虫似的，怎么了？我最近有点忙。哎，回见啊，回见，回头聊啊，再见啊。给你打听个人，谁呀？王源，你认识吗？王源，长头发，娃娃脸，成天劲儿劲儿的，像有人欠他钱似的。不认识。先生，这是你们要的酒。这酒多少钱啊？2888。够坑人的了，美女带的酒就是不一样啊。先生，你们要是喝这个酒的话，开2瓶，这包房费是8折。如果你们喝不完，可以存在这儿。这酒啊，贵是贵了点，我要让我买也可以。来，这样，你喝1杯，我买1瓶；你喝5杯，我全买了。好，来，喝不喝？你喝我就买。好，挺的，再喝1杯，来1杯。好，来，我先给你来，再一个，我真的喝不下了。再一个，我喝不下了。他俩都能喝，我能不喝吗？太不给我面子了。我实在是喝不下了，姐，你可真够意思啊！不是说好了吗？走到哪儿就带我到哪儿吗？3位大哥好，我是他妹妹。哟，没花啊！是不是我们喝多少你们就买多少啊？对，必须的，你喝我就买。那行，
我要是把这1瓶儿都喝了，剩下3瓶儿是不是就都买了？买，没问题。你要喝我就买，你喝。行啊，都是站着撒尿的，说话得算话啊。算话。喝了啊。怎么样？一会儿我把账单拿过来，你们签一下。各位爷，好好喝，走。至于吗你？你缺钱缺成这样？我就是缺钱，缺钱也不能夜场来卖酒啊！我卖酒怎么了？我杀人放火了，我坑蒙拐骗了。再说一遍。你是不是因为你妈住院的事儿？啊？是不是因为你妈住院的事儿？我有钱，我真的有钱。来，拿着。我不要。拿着。我不能再要你和小北的钱了，你们已经帮了我够多的了。拿着，比你卖酒来得快。我不要。拿着。韩文静，你要再这样的话，别怪我不把你当朋友啊。真的假的？真的。你这个人啊，你这人就是这样，什么事从来都不跟我们说。你要真拿我当朋友，你就应该告诉我。你什么事都跟我说了？对啊。你跟樊斌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跟樊斌的事，我跟你说不着，只能周小北自己悟，只有他悟出来了，这个事情才有意义。周小北，小北怎么了？你跟周小北说你在这卖酒的事吗？没有，这事儿我谁都没告诉他。太好了，你只要没告诉他，我就高兴。我是第一个知道的啊。我不反对你卖酒，卖酒挺好的，又有酒喝，又有钱挣，挺好的。今晚我陪你卖，你得给我提成啊！哎，来，快，别让我把这酒吐出来！不行！哎，怎么回事这是？哦，对不起啊！哎，你们是这边儿，喂，我回来了，刚下飞机，你在家吗？你可别来找我，我现在婚也离了，朋友也绝交了，心情很不好。万一一不小心再把你给非礼了，那你不早告诉我，来不及了，我快到了，拐弯了。什么叫拐弯了呀？哎，你开车就别打电话了。到门口了。Hello，怎么回来了？哦，这2天过得怎么样啊？挺好的呀。我来接口的。哎，你怎么那么快就回来了？你不是要走好几天吗？我着急啊，我怕你们俩互相虐待。哎，没有。起名了吗？起了，叫小七。哎呦，小七，小七，走吧，小七。哎，啊，他还没吃饭呢。哦，吃饭了啊。来，小七。哎，李李。咱俩认识多长时间了？问这干嘛呀？得有7、8年了吧？对呀。上次你让我去北京帮忙，我是不是二话没说就去了？哎呦，您那是二话没说呀。哦，想管我要寄养费是吧？提钱干嘛呀？多俗啊！
那你想干嘛呀？你要不然把小七给我养吧，这2天都养出感情了。那不行，我也喜欢小七。走走，吃完了吗？小七？吃完了。吃完走吧。走走不走。，其实挺好的。走吧，走，小七，乖。你看他都不愿意跟你走。谁说的？李李，站住！干嘛呀？李李，要不这样吧，咱们俩各养1个星期。那不行，你太残忍了。那小七跟爸妈离婚了似的，多可怜啊！那你要怎么办？要不然你跟小七都去我那儿，你方便我也方靠，便。你还想人狗两得啊？我跟小七只能选一样。小七留着，你跟我走吧。哎，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看把你吓的，我也不是那意思。走吧，咱们俩出去转转吧。